续来看高雄的盐埕区一间公庙，昨来绕境放炮的时阵，因为这个火赛是四线杯，结果有2顶的新旧的旧顶全导火烧起来。庙方的人员赶紧来拍火，这个过程是惊险万分，嘛互过路乡亲看甲心惊胆吓。因为这个炮放甲变叫，刚吵到附近的民众，互人甲因投诉，再加上放炮产生污染物，甲涂骹的炮友嘛扫无清气，所以总共互环保局开出着6张的罚单。炮一直放飘出大量的浓烟，现场冒烟散布，叫要看袂到，甚至搁差一点将新旧烧起。庙方人员看到这个情形，赶紧拿水纸来拍火。也过过无偌久，另外一顶新旧的纸钱又搁去互烧掉。高雄市盐埕区这间公庙，昨夜8点多举行绕境的活动，一直放炮啊！警方接到5件妨害安宁的通报，连庙方2顶新旧的纸钱也互炮烧掉。各当的这间公庙，庙方提出东港被烧掉的纸钱，也对导火事件做出解释。烧起来当然是不好的东西啊，但是我们也对警察机关还是怎样有不好的影响，在这跟他们说声抱歉。无论是什么原因，这场绕境虽然有经过申请，也不过产生污染物是事实，环保局依法开出6张罚单。自产生明显粒状污染物，裁处1200到10万元罚款，记3张罚单；令炮穴未清扫，裁处1200到6000元罚款，记开立3张罚单。警方呼吁庙宇举办绕境的活动，应该要遵守相关的规定，确保人甲车的安全以及空气的品质，较袂互处罚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